以鏡頭內外嘅運動會為主題，畫一幅平面作品。記住題目提到嘅鏡頭內同埋鏡頭外呢兩個字眼，我哋要小心，因為如果我哋稍一不慎，就會忽略咗鏡頭呢兩個字啦。尤其是對於唔係好熟悉攝影嘅學生嚟講，鏡頭呢樣嘢可能大家會唔覺意忽略咗嘅。好啦，講翻鏡頭內外，題目上呢個字究竟有啲乜嘢潛台詞喺度呢？好明顯呢條題目係想大家畫出鏡頭以內睇到嘅嘢，同喺鏡頭以外睇到嘅嗰種可能係完全相反嘅嘢。例如鏡頭影到兩個人喺度比賽緊跑步，喺呢個圓圈嘅框架裏面，我哋睇到兩個人嘅決鬥，一個贏一個輸。但係喺鏡頭睇唔到嘅地方，可能並唔係兩個人嘅對決，又或者係鏡頭裏面個比賽係好激烈，而鏡頭以外嘅人可能並唔係好關心嘅比賽，可能有啲人喺度食緊飯盒，有啲人傾緊偈，並冇專心咁去睇比賽。呢個究竟係乜嘢形式嘅運動會呢？究竟係一個人與人之間嘅運動會啊，還是係別開生面，除咗人以外，會唔會有其他動物一齊比賽嘅呢？又或者係唔同動物之間嘅比賽，係一個咩時代背景發生嘅比賽呢？或者乜嘢主辦單位搞嘅運動會呢？呢啲都係我哋可以發揮想像空間嘅地方啦。仲有嘅係運動會帶俾我哋嘅意義係啲咩嘢呢？有冇辦法可以透過呢個題目去反思運動會嘅真正背後意義呢？